台湾客家话罗马拼音译本教材。本书是纪念编写客家白话诗教科书，并热心推行的前辈方广成牧师。第10课声音变调规则。所谓变调，就是声调的改变，是临时性的，唔是长久性的。虽然客家话很少变调，但是读到2个以上连续的第3时，前面的突音变作中平音，调出念作累累，亲像阿公、阿公、阿爸、阿爸、耶稣、耶稣、天公。天公。请你莫念作天公，而念作天公。天公。第二，第3那是老第3连续的时，第3会变作中平音，所以调出就念作中平的音，莫念作音，而念作音，亲像因为。因为。第3那是老第5声的切音连续的时节，第3会变作中平音，调出莫念作3，而念作3，亲像30。第4，假使连续有3只4以上，除最后的第3、第4声、第5声或人声调以外，前面的第3全部念作中平音。阿爸开担，阿爸开担，阿公扛钿，阿公扛钿，姜州当属，姜州当属。